10当前的日头花学运，立法院外口有一区全民解放区，因逐日拢会办公民论坛，其中有一个成员杨子轩，后来开一间咖啡厅，互大家来啉咖啡开讲哦，继续做社会倡议。伊讲，若阁发生大规模的社会运动，全民解放军的布条哦，无得卡会阁挂起来。多元的音乐，大声讲到社会倡议。这间咖啡厅的气氛是真特别。有人讲，这个所在是一个社运、结骨，甚至是无政府主义的所在。不过，对杨子轩来讲，这是身在想象甲观点的空间。我的工作其实就是怎么把一个空间经营好嘛。那经营好当然会有两面向，一个是钱的部分，那另外一部分当然是好玩，就是会有人来找我聊天，然后聊一聊就好像也可以有一些活动的想法。在那个聊天的过程当中，找到可以一起搞的想法，其实跟建民洋区的时期还蛮像的。杨子轩讲的全民解放区，是10年前日头花学运的期间，一群无认同立法院内底精英式决策甲行动轰炸的少年人，因伫立法院的外口成立的公民论坛，因想要让这场社会运动有无同款的思考甲对话。然后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当下决定，在现在的这个位置，刚好在舞台的后方，声音不会被打扰，就是开始聚集起来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放了电音，跟做了一个小的论坛。后面都准备好了吗？大的偶也好了吗？后面准备好了吗？为什么选择出来？就是我觉得跟选择要占领立法院、持续支持这个行动是同一件事情，就是怎么样可以真正的找到人民的声音嘛。上面写什么？这就是团结人民永远不会后悔的那个的歌词。在发生这样大规模的运动的时候，我觉得我还是有可能会把建民洋区的布条再挂起来吧。10年来，济推动社会运动的人，个人选择无同人生。即马回头看，是非对错已经真恶去论断，敢若看到一段未后悔的青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